欢迎收看《南方特搜报》，我是赖长邦。过年期间要去哪玩呢？介绍您到台南石鼓仁堂文创园区，因为他们推出了新春特别节目《道义有道》，还安排了大翠构桥段，一同与石鼓及乐团合作演出。另外也有各种设施和美食，适合全家大小3、5好友一起玩了。震撼的鼓声搭配绚丽的灯光，这是石鼓集乐团在今年新春所推出的新作品《道义有道》，取材自日治时期义贼廖天丁的故事。使用的配机上的话，比较多的小的金属乐器，方便于他们行走跟奔跑，然后加入了那个日本警察的哨子，就是去哔哔，然后让大家更有代入感，并加入了一些 sub， 还有一些电子音效，还有那个警报器。对，然后让观众他们在追他们这样子，来回配合灯光这样子，让大家会看完之后，除了心情很好之外，也感觉到很刺激。作品将在初1开始演出到初5，节目也安排大翠购与观众互动。另外，除了看节目，来逛园区也是很好的选择。那呢，在石鼓仁堂文创园区呢，这一次呢也推出3大的必看、必玩、必拍的3大攻略。首先必看就是我们的定目剧的精彩表演，那呢必玩当然就是我们园区非常热门的一个极限体验设施，还有我们的必拍，我们精彩又漂亮的完美打卡拍照景点，可以欣赏鼓乐表演，也有各种设施与美食可以享乐，非常适合全家大小3、5好友一起来玩乐。大家不用怕过年没地方可以去咯。记者杨春怀台南报道。2023台南盐水月经港灯节展期从春节到元宵节，为期1个月。台南市文化局特别举办了展前记者会，由市长黄伟哲揭晓今年的主题“城里的月光”，期盼以既浪漫又奇幻的装置艺术作品陪伴大家度过年节假期。台南盐水月经港灯节在1月14号开展，今年有超过50组国内外知名艺术家共同参与。以城里的月光为主题，呈现超过70件作品。那整个灯区包括我们的策展的灯区、新创的灯区，还有学生灯区，还有我们船屋的部分也都会在今年盛大的展开。我想今年可以说是从月之美术馆到月经港的一个整个灯区的布置，可以是盛况空前。月经港灯节是利用盐水在地环境特色，于月经港清水公园水域以及周边水岸空间设置声光装置艺术作品，举办至今已经超过10年，参观人次是越来越多，在去年首次突破110万人。月经港灯节已经在全国各地已经打响了知名度，那已经是应该是全台湾10大灯节之一哦。那在我们盐水小镇特别的让人家醒目，而且配合着月之美术馆，已经变成前后辉映，再配合着盐水风炮，也变成动静皆宜。因此呢，我们月经港灯节今年又有更多新的装置，能够让大家感受到360度的环场。另外，主办方也设计一款月亮造型提灯，可以让大家带回去自行组装。展期从春节到元宵节，为期1个月，陪伴大家从年前热闹到年后。记者杨顺怀台南报道。传统年菜里最有年味的，要算是腊肉料理了。左营区崇实里有一家湖南腊肉店，老板娘传承父亲制作腊肉的好手艺，从调料腌制到烧稻壳熏制，完全遵照湖南家乡的传统做法。不少客人都赞不绝口，直说终于吃到家乡怀念的好味道。将腊肉切片穿烫，去掉过多的盐分，再放进锅里爆炒，最后再放进蒜苗，一盘香味四溢的腊肉炒蒜苗就算完成了。不少客人大老远的都专程来买左营的这一家腊肉，直说吃了可以一解乡愁。这一间它的味道非常的正宗，它真的就是我们那个湖南四川那种风味，就是你可能在别的地方你可能就买不到了。我觉得说这一间真的要好好的维护，就是传承啊，真的。他爸爸妈妈应该在40、50年前就开启这样子的一个腊肉这样的一个推广。
那也广受周边的一些邻居朋友，尤其过去这边是眷村嘛都非常喜爱要吃到这么道地的湖南腊肉可不简单，老板娘用独门的香料和盐巴帮生猪肉做马杀鸡，不断的搓揉才能够入味。静置几天之后，还要反复的曝晒，之后的烟熏过程才是最费工，也是腊肉到不到地好不好吃的关键。腌制的部分就是有盐巴，基本的盐巴，然后香料。香料之后，我们腌制差不多要1个礼拜，1个礼拜后拿起来还要再晒到很干之后才能拿去熏。对，熏的差不多1天左右，然后我们要继续晒，然后把它晒干才是成品。这样熏的话，我们有稻壳，然后橘子皮，然后还有甘蔗。老板娘的这一项烟熏湖南腊肉的绝活，其实是传承父亲的好手艺。住在眷村的时候，他都会帮父亲准备制作腊肉。现在父亲虽然离开了，但每年过年前，他还是会和先生俩一起制作腊肉。看到客人每年都会固定回购，并且给予肯定，他也很欣慰能够将父亲的好手艺传承下来。因为现在比较重视环保嘛，对，所以我们就是尽量不影响他人。对，来做这个工作，这样很谢谢客人对我的肯定，就是让我能够让爸爸的这个味道继续延迟下去。那当然，在我们的社区里面的话是比较辛苦一点，因为过去在那个比较空旷的地方比较好去做一些生产，那在这个地方当然也是克服的一些困难尽量能够改造，不影响邻居，那也把真正的好味道都把它流传下来。特地想要过来买，因为每年快过年之前，我都会来买点腊肉回去，有过年的气氛。现在的年菜大多讲求创意简便，而传统年菜的食材都要经过长时间的制作，味道才会正宗到地。老板娘不怕湖南腊肉的制作繁复，坚持父亲的传统手艺，让人吃到家乡怀念的好味道，留住年菜中不能少的这一味。记者郑光佩、赖昌邦高雄报道。迎接2023年七股盐山大型装置艺术日前出炉，今年以盐工为蓝图，规划挑盐上堆动作，设置盐弹下的独白和盐山融为一体，希望传承盐工坚毅的正能量，为盐业文化系列活动揭开序幕。一般民众到台南七股都会想到知名的景点盐山，为了迎接2023年七股盐山，特别推出大型的装置艺术。盐弹下的独白，以盐工为蓝图，规划挑盐上堆的动作，与盐山融为一体，希望传承盐工坚毅的正能量。装置艺术的主题今年是以盐弹下的独白为我们的一个基础，也就是说，它是以一个老盐工，过去其实晒盐是一个很辛苦的一个行业，它怎么样子让海水进来之后呢，晒成所谓的可以吃的盐，我们称为白金。过去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物资盐曾经也是所谓的过去曾经有盐官这样子的一个行政的一个机关但是盐现在呢，因为所谓的自由化、贸易自由化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所以很多的盐会进来，可是它传承了很多过去，尤其是南部西南沿海地带的一个过去的文化，这是过去比较被忽略的。那我想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装置艺术呢，能够让这样子的盐业文化呢，能够唤起大家的一个对它的一个重视，也是延续台南这边呢盐乡文化很重要的一个基础。这座高5.6米、宽7.3米，取名盐弹下的独白大型装置艺术，日前正式亮相。搭配晒盐的道具，有盐铲、盐篓等，让民众体验传统晒盐的辛苦。配合环境教育认证系统导览，未来还规划台湾盐业档案特展，欢迎民众一起来亲近盐山，认识盐业文化。记者林根台南报道。因应过年过节送礼的需求，台南市农业局特别在新营办理新春农特产伴手礼推荐暨展售会。市长黄伟哲也到场挂保证，强调买年节伴手礼就是要选购优质的台南好礼。来到新营南英堂，73间业者超过100种的商品伴手礼，已经让人提前感受过年气氛。市府农业局为了因应民众过节送礼的需求，特别办理新春农特产伴手礼的展售活动。市长黄伟哲也到场，和所有贵宾一起推荐伴手礼就是要买台南出品的好礼。
而且透过下载这本行路，还有详细介绍有关难得极品的标章认证，让大家吃健康、吃营养安全。这边都是各个农会里面最强的这个产品所以说我想说也希望说我们今天也许呼吁跟我们好朋友，以后我们会再强化更多的宣传让很多市民朋友们，还有来台南玩的朋友们都知道台南有这么好的产品。这个我们的行路我也希望能够带到这个北部去要带到中部去，让很多中北部的朋友都知道台南有这么好的农特产品。因为我自己看都蛮心动的所以说这个一会儿从年初广告到年尾其实全部都在这边所以说这个全部都网罗。市府会中除了引进各大农会最热销的农特产品来全力推荐台南好礼，也邀请台南市各工业区厂商协进会、商圈发展协会、南科各公司的福利委员会到场采购，也让现场热闹滚滚，仿佛年货大街一般。记者郭恩吉、何乔邦台南报道。农历春节前夕，高雄市前金区公所举办岁末迎春捐发票赠春联活动，现场邀请书法老师亲自挥毫，现场还免费见检以及宣导活动。市议员和里长也到场共襄盛举，场面温馨又热闹。书法老师拿着毛笔现场挥毫，只要拿着2张发票投进箱子里，就可以请老师写一幅春联，免费带回家。现场民众热情参与，更有人觉得书法老师的作品实在太漂亮，立刻到附近购买更大张的春联纸，要请老师帮忙书写。今天非常荣幸有这样的机会来参加前金区公所的这个年终岁末书法春联挥毫的活动那这些老师都是我找来的我也很高兴，他们都愿意帮忙。坐下来就开始这个正笔直书一直在写那么到底写多少，我也不知道。我从东港来，从那经过，然后看到老师，我就叫老师帮我，但老师很好，就帮我写。我快点去买那个纸，要把它珍惜好不容易我最幸运的今天。新年开心有免费的春联可以分享，已经叫他们写了，还没有写完。它有很多种，就有家庭的有公司行号的我是写住家的。农历春节即将到来，家家户户也陆续打扫家里，除旧布新，准备贴上新的春联来迎接新的一年。高雄市前金区公所10日举办岁末迎春捐赠发票换春联的活动，让来参与的民众不但能得到免费的春联之外，还能够借此做公益，一举两得。区公所也已经事隔2-3年都没有办这样的一个挥毫赠春联的活动。我们今年是邀请到了5位书法老师，然后请民众持那个发票2张来兑换。那这2张就是我们把这个发票事后会捐给华山以及创世基金会。很感谢公所跟配合然后就是过新年让大家民众就是有这个拉春联祝大家兔年行大运，恭喜发财。除了发票换春联活动之外，现场还有免费的健检及租税宣导。活动现场人潮众多，民众热情响应，里长、市议员也到场共襄盛举，场面热闹又喜气。记者郑光佩、庄淑婷高雄报道。新年将至，许多社区都开始发放物资。高雄市楠梓区加昌里善心不落人后，许多里民在能力所及的情况下默默行善，捐赠各种物资。在里长的调配之下，要帮助里内弱势户过个好年。卫生纸、洗衣精、白米叠成一座小山的物资一一分发到民众的手上，还加上2个小红包。楠梓区加昌里举办寒冬送暖物资捐赠。这样的物资发放，在疫情后的第一个新年，对弱势户就像是一场及时雨。其中一位在地的捐赠者就表示，因为曾经苦过，才更要回馈里内。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有缺乏过物资，到我做正常生意，做这个生意的时候，我已经有稳定生活，我就发起这个心。我的力量就是给这些那个低收入户能够有一个温暖。开心是有了，因为
很多长辈是真的都是独居啊，一点点东西，嘿呀，就可以让他们稍微开心一下这样子啊，嘿呀，我们看到就跟自己的长辈一样这样子啊。里民用袋子或手推车装好爱心物资后，互道一声新年快乐，让整个活动中心充满了年味。加上里长刘秀英也在一旁关心，时不时帮忙行动不方便的长辈。你看刚刚我们那个有一些长辈了哈，有时候提不动的，你看他们就是一些手推车啊，或者是拿袋子哈，他们就用一些方法哈，因为他们都已经领过了，所以他们要领的时候，他们就预备哈有一些那个提袋哈过来。我们善心人士他觉得说他心有余力，然后他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一个能力哈来关心大家哈，这个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善举啦哈。无论是年轻的时候曾受过援助，希望帮助有相同处境的人，或者是在孩子的鼓励下一起做爱心，都是因为成长生活在这里，对里内有一份感情。其中也有许多不具名的人士，里长也相当欣慰。他们觉得在里内这边也非常的平安啊，那有在这个地方做生意有赚钱所以他们就回来那我们的善心人士那也有一些是不为人知的像之前每一年都会给一个红包300，那今年加码就给600块。随着里民排队领取物资，小山也开始降低高度。里长与里民共同打造充满人情味的社区，让高雄的冬天也变得温暖。记者邱玉婷高雄采访报道。儿童界的明星救援小英雄魄力互动展在星光3月台南中山店登场，现场规划多元闯关互动展区，让亲子置身动画的实景，更有魄力见面会和小朋友零距离的互动。熟悉的歌曲、卡通角色波利与伙伴们一字排开，救援小英雄波利互动特展首次来到台南。现场除了有波利可以让小朋友拍照之外，也规划许多互动闯关游戏。这次是我们的波利小英雄第一次到台南做的一个互动的特展。那这次的展非常的特别，是我们除了有很多波利可以跟小朋友做拍照啦，小朋友看到很多波利陪他一起玩之外，我们也里面有10多个可以互动的一个游戏区域那有包括灭火的这个消防队，然后还有驾训班，小朋友也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开着车子，然后在里面体验这个驾训的过程。透过闯关游戏，以轻松的方式让小朋友认识各种交通安全、防灾与救援等相关知识。另外，还有小朋友最喜欢的球池，以玻璃经典蓝白配色为基底，沙池以经典雪景为主题，同场更加印投影互动，让小朋友化身为小英雄进行比赛。这次除了小朋友在里面玩一些互动游戏之外，我们每天也会有好几个场次，我们会有波利的这个现场跟小朋友做见面，那小朋友可以跟波利本人拍到照片，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应该是个非常难得的回忆。展场外还有许多周边商品，让小朋友可以选择。互动展览从即日起展出到3月5号，寒假春节不用怕没地方带小朋友来放电咯。记者杨顺怀台南报道。寿山动物园欢喜迎接新成员，除了羊驼宝宝在去年12月出生之外，榕鼠和山羌等31只动物宝宝都陆续的诞生了。寿山动物园除了除夕当天休园之外，为了控管园内的人潮，以避免过多，1月22号到1月31号将不会开放现场购票，请民众要提早上网订票。全身雪白的羊驼宝宝，它叫做白拿铁。再看过来，羊驼家族里头4只白色、身体棕色的白长袜，这2只都是寿山动物园的羊驼家族在12月悄悄诞生的新生儿。另一只名叫仔仔的山羌小宝宝也诞生啦，和妈妈一起生活的画面实在太可爱。那有一些的比较新生的小宝宝，因为刚生所以妈妈还在照顾当中。为了我们的小宝宝能够好好的健康的长大，那我们也让妈妈能够专心的可以照顾他们。等这些的小宝宝们比较稳定之后，我们就会陆陆续续的让这些新生的小宝宝们跟各位游客们、跟各位民众们来见面。那也希望各位
民众到我们的园区来参观的时候，能够带着一个愉快的心情，然后也来为这些要成长的这些小宝宝们做祝福。明星动物羊驼在试营运期间抢先曝光，已经在园区等待大家的到来。另外还有榕鼠、爪林袋鼠等等31只动物宝宝陆续出生，让整建过后的寿山动物园有了许多的新面孔，带来喜气洋洋的新气象。我比较推荐的就是比如说像羊驼啦、像狐獴啊这些动物，其实它们都还蛮亲近人的。然后还有像波尔羊，那我们也都知道说，我们园区现在因为刚整建完，重新开幕，那所以有些的新生小宝宝也是跟我们要进来的游客一样，他们也是带着一个新鲜的心情，然后来到了这个园区。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跟游客们有一个很好的互动。我觉得他们特别喜欢那种超级可爱的那个羊驼，这个非常受欢迎，而且它那个羊驼有小宝宝，所以那个小朋友看到很高兴。小朋友的话，我觉得在入口处那个狐獴就很可爱，在跑来跑去，因为之前都几只了，现在好多只在跑来跑去。比较看得到，那小朋友觉得比较喜欢。那像这种进来的这个大象就很大只，对，他就看到他就这边叫这样子。那现在这边有一些就是可能猴子啊，就是一些其他的可爱的动物，他就大家来看一看这样。农历年节即将到来，不少游客早已经准备好手刀订门票，准备在春节假期来与动物们相见欢。名额有限，11日早上10点，春节期间的门票在官网开放购买。为了控管人潮，1月22日至1月31日，动物园将不会开放现场购票。想来的民众现在得先赶紧订票。记者郑光佩、庄淑婷高雄报道。高雄有一家蔬食餐厅，主厨和甜点师傅原本分别移居国外，因为太想念台湾的家乡味，回台之后决定联手开设蔬食餐厅，善用台湾在地丰富又优质的无毒蔬菜，搭配各式香料，设计出多国风味的蔬食料理。走进这家带点文青风的餐厅，杜乔勋在厨房里利落的备料，开启这一天的忙碌。跨越地域国界的香气扑鼻而来，嗅觉也跟着自由风格的料理一起缤纷绽放。很多客人都问说：“所以你们是中式餐厅吗？”我说：“不是。”所以是卖火锅吗？他说：“也不是。”还是你们是西餐？我说：“我们不是。”就是像这样的东西，其实很多餐厅他们会说，比如说我们是西式，他们会专做西式料理；而中式他们专做中式料理。其实我们比较不是像这样子，所以比较偏无国籍的。然后再加上，其实我觉得我的成长过程背景，然后刚好跟另外一个做甜点的他的成长背景，其实我们都有一些住在国外的经验，然后会有比较尝试过一些异国料理的机会，所以我会觉得我们做起来的东西就是我们喜欢的，然后融入台湾。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要有台湾味，就是台湾的这个一种风土味吧，这很难形容。就是在国外你最想念的还是台湾的料理。主厨杜乔勋、甜点师陈燕如原本分别移民美国、菲律宾，先后到澳洲打工。周游列国的丰富经历，让他们极为想念台湾的家乡味。原本不善厨艺，却能自制出异国多元料理，让他们开始觉得这或许是一条创业的路。我们还是同时会卖咖喱饭，我们同时也是会卖意大利面。那我觉得在蔬食的呈现上，我觉得有一些客人也会听到他们的回馈，就是他们会带朋友来，但他们不会跟他讲我们是蔬食店。他们吃完之后没有发现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有很大一个部分是因为我们本身曾经不是吃素的人，所以我们自己会做我们自己觉得我们会喜欢的料理，所以不会去把它做得很素，或者是刻意强调它是素的感觉。但是我们会想要去做咖喱，它应该就是什么味道；意大利面它应该就是什么味道，去把这个味道做出来。各种在地常见的食材，在这群年轻人的巧思之下，蜕变成一道道色彩缤纷、香气诱人的蔬食大餐。很难令人相信，只有青菜就足以让你的餐点色香味俱全，食指大动。因应主厨个人他想要发展的料理作为一个基本。那像咖喱啊、天贝饭是我们不断的试菜过后有的一个算是招牌。那其实沿用到我们现在新店高雄也是不断的在更新。我觉得那个思维是，摆盘的呈现跟调味料的料理上，我们其实有不断的再去
因应客人的回馈。其实每一次客人用餐的经验，他们的回馈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的数值。创业以来，一直有许多朋友陪在身边，认同乔勋与燕如的蔬食理念，给予大力支持。他们也都感恩在心。纵使未来依然有各式各样的挑战，但他们屡败屡战，努力朝梦想的餐厅再前进一步。记者周福庆、刘伟婷高雄报道。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南方特搜报，我是赖长邦，祝您平安顺心，我们下次再会。